我公安就吓唬我了。那这都一次报警就行了，2次报警，公安就不合批了。不生气，你这个人就过来了，咱们就直播。还有找过来给我端钱的人都拿过来了，这叫什么？他还帮替他说话呢。蒙古人现在吃完了吗？全蒙古人吃完了吗？来，这人给我端20500，还过来替他说话呢。来，我送上去了。我为啥我是蒙古人，欺负蒙古人？啊！我给你卡恩密码，就你解决你说的话，你承认吗？这话你敢承认吗？你给我把这个事情为啥不给我了解？为啥把这个事情给我说呢？你非得要我的卡恩密码？因为我是他妈的这傻逼蒙古人吗？蒙古人都死完了吗？直播，还有这个端给我20500的人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些人他妈的贷款的人，买车贷款的人。他还不能替他们孩子说话，工商银行说话呢。你先把我的2万块钱给我，老子还了。通常有你的什么？你先把我的2万块钱给我了，再给我说话。我还正找你找不见，这他妈的我都今天见你了。来，2万给我，从不是堂吉其人，给我端20500，还过来还替银行说话。好了，工商银行全直播，我是蒙古人。我曾经拍过成吉思汗电影，张木所，我就不是跟欺负我们的演员，欺负我们的蒙古人的。现在是我现场在工商银行，自己的业务员摁错了，而且把我报警，把我拿了我家庭，把我的身份，我是一个影视演员，包括我是马头琴属、红梅属，我玩的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为蒙古的人。现在他们都这个事情他们办，而且把我报警，警察都这样。现在我儿子的上学今天都哭的，把我公安局抓走了。我儿子，我家庭，而且我这个身份怎么办？我是一个蒙古人，我今天特意从蒙古跑来的，要不也许。微博上看见的人也许看不见我，我是蒙古人，他们自己错误，而且还给我报警，警察打扰我，我现在真的不想活了。好了。